将中国传统武术技艺与武德重现的新唐人第3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即将于本月8号起一连2天在纽约举行。立志将咏春拳术发扬下去的香港咏春教练谭玉玲称赞大赛发扬传统武术精神，并表示会鼎力支持。 谭玉玲18岁起跟随一代咏春大师黄纯良师傅学习咏春拳，3、4年前开始设馆授徒，传授正统咏春拳，希望将咏春拳传扬下去，不负恩師囑託。他回憶恩師強調武德，並且以身作則。可以睇到師傅嘅教學方法啦，一絲不苟嘅，亦都唔會話去講同門嘅唔好嘅説話啦，佢對佢自己師傅葉問宗師咧，佢係十分之敬重啦。咁我哋咧就亦都可以喺從中咧學習到尊師重道嘅精神。譚玉玲談到一位武術家應該具備的條件，要真誠，要係真心，同埋咧佢係要對自己武學咧要有好一定程度嘅認識同了解，先至可以將自己所學。所教嘅會有效咁樣去教落去。他對大賽非常推崇，絕對係弘揚緊我哋中國人嘅傳統文化其中一個好好嘅途徑。我自己當然係非常之鼎力支持呢個全球華人嘅武術大賽係由新唐人電視台所舉辦嘅，有效去推廣咧世界各地中國人又甚至外國人去對呢方面嘅文化繼續去推揚落去。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